雙方可以拎第一隻台。好。咁你當初就唔應該，唔係咁你當初就唔應該呢個機。Press ready, set, 3, 2, 1，舉招。哇！好有冇神 spin 第一分 OK 啊，可以係依家比賽係1比0。等先應該調轉，咪調轉咗？咁樣贏嘅係。回收冇調轉，回收冇調轉。我輸1分，我輸1分，即係 Andy 贏。而家比賽係1比0。OK， 啱嘅，啱嘅。OK， 啱啊。誒，我唔知嘅，唔抵啊！Press ready， 好 ，Press ready， set， free。冇嘢。喂，OK， 好，即係兩邊都做。Press ready, set, 3, 2, 1，舉招。其實大規模台灣嗰次中國咁樣大學校。可以，但係佢未落佢前幾件嗰個間Some press ready, set, 3, 2, 1，舉招。好所以左交龍一邊嘅做咗3分，比賽係3比3嘅。可以重新排過上。sorry， 1、2、3咁樣排最，即係1、2、3個順序啱翻。係啊，兩邊都排好啊嘛，得翻1、2、3排好排。哦。新嘅，但唔可以打得極教，可以拎嗰隻3比3。Press ready, set, 3, 2, 1，舉招。冇事，我先。最犀利個打得好，我覺得好撚係啦。有好似打完幾個打入邊。我哋要小心啲啊，即係激動。加2分，有醒啊要。好。Press ready, set, 3, 2, 1，舉招。可以飛落。有發出。Press ready, set, 3, 2, 1，舉招。哇！又嚟。所以呢邊1分嘅，所以依家係4比3。咁呢局就係 Andy 獲勝嘅。雙方好，咁我審翻個比賽先。好咁 Andy 又交翻副 depth 俾我。係而家對方正常。係啦。同埋呢個貼紙甩甩，因為呢個貼紙甩甩地。哦，得，係我哋黐翻。你就呢一黐埋先。咁你嗌住下，其實我 jam 咗個。因為只係唔係大。好有明滔同埋蝦基米，下次你啊，開機啊！我揀俾你哋，先猜位先。好，等先啊！你係明滔。